一直以嚟，靈灰安置所予人嘅印象都係冷漠、恐懼同哀傷。除咗參加葬禮或春秋二祭外，根本冇人願意踏足呢一類場所。然而，誠如大部分宗教所描述，死亡唔係終結，唔係前往黑暗、充滿恐懼同痛苦嘅地方，而係前往一片明亮、開揚嘅天地，經歷再生，然後回歸至平和。新建嘅和合石靈灰安置所，希望通過設計帶出呢一個理念，展現呢一類建築物嘅靈性含義同象徵寓意。和合石靈灰安置所四周被大自然環抱，翠綠盎然，擁有一個仿如公園嘅清幽環境。設於入口處嘅清澈水池同重重翠竹，旨在讓拜祭人士洗滌心靈，去除雜念，然後先進入靈灰安置所。拜祭人士沿住一條蜿蜒曲徑到達靈灰龕大樓。大樓外牆採用木幕牆設計，木條之間留有空間，既可阻隔遠道路往上望向龕堂嘅視線，又可令大樓內有充足天然光線同對流通風。木幕牆嘅設計簡約，使靈灰龕區倍添暖意。安置所樓頂天台逼設成草坪，上接毗鄰嘅道路，避免大樓對附近居民喺視覺上嘅影響，亦可為市民提供更多休憩空間及喺節日期間疏導人潮。安置所設有紀念花園，讓家屬撒放先人嘅骨灰同設置紀念碑。為配合年輕一代嘅新概念，無煙拜祭，安置所內大部分龕位都設定為無煙龕位。拜祭人士如要焚香致祭，需使用設於龕堂以外平台嘅指定焚香槽。此外，冥鏹爐並非分設喺靈灰龕大樓內各樓層，而係整合為低座內嘅中央設施。喺低座所設嘅顧客電子資訊中心，環境寧靜，年輕一輩喺呢一度可以利用互聯網作網上拜祭。顧客電子資訊中心外嘅草坪以螺旋路徑為形，寓意生命完結後輪迴再生嘅循環歷程。旁邊呈方形嘅倒影池位於高台之上，池中踏石徑鋪足至水池中央，便戛然而止，再無去路。在此之處時，低頭一望，從水中倒影可以見到自己擎擎獨立於蒼穹之下。水池佈局清密雅致，惹人靜心沉思，寓意人於離世後回顧前生歷程。和合石靈灰安置所嘅建築元素，令整座建築物與大自然融合。親友可以喺一個靜謐祥和嘅環境中向離世者致敬。